第三組詳細指導。第八式右攬腳尾。右攬腳尾同左攬腳尾嘅動作係一樣嘅，只係左右方向唔同啫。隨住手法嘅變化，重心要不停喺兩腿之間移動。攬腳尾體現咗太極拳以柔制剛嘅特點，而且有利身體四肢協調，同埋有助強化雙手推前以及拉後嘅力量。重心後移，轉腰，將左腳尖內扣，繼續向右轉。而家重心喺右腳，再移返去左腳，右手向下，收右腳抱球，微右轉上步，右棚手，女手，雙手向前帶，手隨腰轉向下捋，屈手嘅時間向右前方轉，擠，前腳曲膝，後腳蹬直，分掌，後坐翹腳尖，雙手下按落腳尖，弓步前推。但係通常會犯嘅毛病呢，就會出現喺左攬腳尾完成之後，轉接去右邊攬腳尾啦。手太直，轉身時就會變得僵硬。所以呢，手要放鬆，唔好推咁直。只要兩邊手踭放鬆，沉肩聚爪，咁就啱噶啦。第三組重溫。後座，雙手隨腰右轉，扣左腳尖，踏實左移，右手下落，收右腳，丁步抱球，棚上右腳，向前弓腿，棚手撐左腳踭，捋，左手帶向右前臂，雙手反掌，後座左轉，雙手向下捋，擠，右手帶上胸口，左手托掌，腰轉向前，左掌踏落右手腕，向前弓腿，雙手向前擠，按，左掌放平，分開，雙手帶到胸前，後座翹右腳，尋手爪，雙手下按，右腳踏平，弓步，雙手向前上方按，腕與肩平。全套重溫。後座，雙手隨腰右轉，扣左腳尖，踏實左移，右手下落，收右腳，丁步抱球，棚上右腳，向前弓腿，棚手，捋，左手帶向右前臂，雙手反掌，後座左轉，雙手向下捋，擠，右手帶上胸口，左手托掌，腰轉向前，左掌踏落右手腕，向前弓腿，雙手向前擠，按，左掌放平，分開，雙手帶到胸前，後座翹右腳，尋手爪，雙手下按，右腳踏平，弓步，雙手向前上方按，腕與肩平。